正道深入群眾的教會，請曾牧師。親愛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領受上帝佇咱今仔日主節這個歡喜的時刻，上帝所給咱的信息，甲咱的國激勵，咱同心擱一擺用祈禱來領受上帝的話。主耶穌，阮聽見你所讀以賽亞書的話，主阮通過使徒路加伊所記載，主耶穌你家己表明教會存在的使命。阮今仔日兩間教會，甚至有無同款的教會作為組織，佇同一間的禮拜堂的內底，阮同心佇你的面前敬拜，合一佇主你的道的內底，求主你對阮講話，互阮的教會無論佇啥物所在，哪來哪親像主耶穌的教會。主啊，阮袂通干那叫你講主啊主啊，但是確實佇阮所信所行無合一。佇主耶穌基督，你家己的心意，懇求天父上帝幫助阮佇今仔日的禮拜來學習警醒，阮的教會是毋是有親像耶穌你的心意所歡喜的教會？阮佇你的面前，將今仔日的敬拜仰望你，願你的名聖，願你的國臨到。主你予地上的教會，誠做你上帝國的記號，無論是有禮拜堂無禮拜堂。每一間教會攏誠做耶穌基督的教會，阮佇你的面前，用渴慕的心來靜靜聽，求上帝對阮講話。阮安尼懇求祈禱，我給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歡迎台中公義行動教會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兩間教會做伙做禮拜。恁的教會甲阮的教會真無共款，但是恁的教會甲阮的教會嘛應該共款。無共款，就是咱的教會起頭，親像耶穌，伊是無禮拜堂的教會。耶穌佇2000年前，基本上伊無建立會堂，伊是一個無禮拜堂的傳教者。總是咱相共真親像，是因為咱的心中有主耶穌，咱心中用耶穌基督伊的心意，甲伊的使命，做咱的使命。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咱會當做伙分享。青木禮拜的目的是要彼此見證，無共款的教會，帶無共款的菜色，那親像美國人咧煮餐的時候有一種的形式，就是一家一菜 ，potluck， 就是講你帶你的物件來，我帶我的物件去，咱做啲公行，咱就大家共齊食，佇咧中間交配。前來這堂教會兄弟姊妹，今仔咱的兄弟姊妹，因的名叫做台中公義行動教會。這間教會起頭，我若無講唔對，應該是組織佇台中公園，也一個醫療醫頭拜拜咧，就佇迄個所在來敬拜上帝。兄弟姊妹，一間無禮拜堂的教會，若有主耶穌，伊就是教會；一間禮拜堂若無主耶穌，伊毋是教會。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個禮拜，咱做伙安靜。佇這個所在立約、誓約、決志，咱問主耶穌講：佇這禮拜日了後，阮的教會有甚物種的無共款？佇這禮拜中間，主你要對阮彼此這個教會來講起你甚物上的信心。我用這張相片來代表主耶穌基督，伊表明伊的使命。所以，既然是耶穌基督教會，應該攏是一個有使命的教會。耶穌只有12個學生。但是這12個學生平天平地，將整個羅馬帝國改變，英語叫做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伊徹底上將這個國家改變，伊徹底上將這個社會改變。今仔日我要甲咱講幾個佇歷代的聖徒，因怎樣用信仰改變因的國家。我感覺今仔日台灣的教會需要的是主耶穌，因為那有主耶穌，人就會哪來那親像2000年來佇歷史頂懸，也是甚物攏無愛，敢若愛耶穌。佇教會歷史被稱為聖徒。今仔日咱的教會會當時會隨隨便便，無真大的堅持，是因為許多人無堅持，所以囡仔都無堅持。因為教會無法度立志要做聖徒，所以地教
人就唔知影什麼叫做主耶穌基督的典範。我要用今仔這個故事，唔是這個做故事，今仔這個題目是對這個故事來。這個故事改變我學習怎樣真做一個草地牧師。這是我一生的第一個功課。耶穌和我早期來到德登教會所讀的一本冊，這本冊名叫做深入群眾。原本上基本上伊的原文法語的著作，伊的名唔是叫做深入群眾。但是當我讀這本冊了後，讓我對一個成功的牧師、一個健康的教會有真無同款的定義。因為這個主角並不是寫這本冊的作者。這個主角是一個天主教的神父，伊的名叫做加祿副教。這本冊名叫做《亞迪沙漠的經濟》（The Sea of Deserts），就是講一粒種子，一粒麥仔若帶入土裡，伊就結出最最果子。這個主角叫做副教神父。基本上，在這本冊中間有一個給伊寫序言的人，叫做朱立德牧師神父。朱立德神父在開場白中間講，這個人的一生在世間人看，伊是一個浪費人生的人，是一個失敗的人，因為伊無去過一間像樣的禮拜堂。這個人的一生中間並無獲得門徒，一個都無。但是為什麼後來伊有門徒千千萬萬人？後來伊的門徒是通過伊的日記。後來，這個作者就是今仔日這本冊的作者，伊家寫伊的日記內底，伊的夢想，伊甲上帝禱講：主啊，想使我一定同心敬拜你的人，有兄弟有姊妹，我要將阮的厝當作聖殿，阮的一生中間要為你拍開阮的生命，甲阮的心門。所以，這個讀到伊日記的這個作者，法國的一個神父，伊深受感動，就將伊種的理想。就是建立一個咱咧講的使徒團契，彌賽亞的團契。兄弟姊妹，咱就是彌賽亞的團契。耶穌呼召咱是要跟隨伊的腳跡，領受伊的受定的手五個上分。今仔日師會帶咱祈禱的長老，我想伊真大的感動，就是伊想到耶穌基督受定手的上分，所以忽然感覺不配，在迄個中間提提吐吐。這是一個真感動人的時刻。兄弟姊妹，咱信主有當時一帆風順，咱無一定提提吐吐。但是咱有偌濟時間是感覺，佇主耶穌基督的面前，咱感覺不配。主啊，我願意一生為你來活。這個朱立德神父佇這個序言中間問一句話，打動我的心。伊講：今仔日台灣需要什麼種的教會？今仔日台灣辦一了這個大勞節，辦一個活動，辦一個馬扎，辦一個音樂會，然後分一個傳單，甲你的厝邊的人講，耶穌聽你，安尼就解決了嗎？朱立德神父伊講，台灣不是需要這種教會，台灣需要這種的教會，就是一粒麥仔，是行入人的中間，深入群眾，陪因笑，陪因哭，甲因一生生活做伙。朱立德神父伊的家庭真悲慘，因家有4個神父，總共予中國共產黨判刑148年，甚至死佇監獄的中間。朱立德是第4個、第3個囡仔，因的家庭中間幾個兄弟，伊的老母將伊的囡仔攏獻予上帝。朱立德伊的家族就是這種。兄弟姊妹，咱茫想講牧師，你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你開咧講天主教的道理，唔是啦，迄是耶穌的道理。天主教甲基督教是同款的教會。願天父上帝幫助咱有開闊的心，有謙卑的心，有安靜的耳孔，靜靜來聽。主通過歷代的基督徒所留落的腳跡，對咱的鼓勵。這個牧師所寫的，這個神父所寫的序言，伊講副教神父是一個一生失敗的神父，因為一生無門徒，伊一生嘛無去真水的禮拜堂，伊一生親像浪費。但是朱立德咧講的這個人的意思，就是講上帝用無同款的眼光咧判斷這個人，因為當這個人佇土匪來搶磚頭，佇冤枉死，伊冤枉死，但是一生無啥物成就，
但是主理的神父兼無甲咱寫一句講，耶穌佇十字架頂懸，伊最後講一句話講，成了。佇十字架頂懸最後講一句話：主啊，我已經完成你所交代我的事。今仔日的教會是來看大橋的教會，今仔教會一定愛講伊人所拯救的教會。今仔教會真濟誤會講，教會就愛水才會當榮耀上帝，無毋對。咱若要學上帝，咱愛用上好的來去做上帝的聖殿。上帝教會毋通親像糞掃堆，上帝教會嘛毋通親像你無愛的家具，才摕來教會擺。上帝教會本地時代應該就是將上好的獻予上帝，但是毋通錯覺錯覺講，原來就是去禮拜堂就會當榮耀上帝。人的生命就是上帝的聖殿，你我咱，人啊看到咱，就親像看到耶穌。原來就今仔日，咱對遮開始，這個神父的故事真長啊！恁若有機會看，恁會當去讀伊的這個故事。也願咱會當佇伊的生命中學習伊種完全無保留的。有一個牧師是我一生中感覺是我的信仰的老爸同款。伊一生嘛，敢若無回一間教會。伊的名叫做 John Stott， 伊是佇英國倫敦的一間萬聖教會。一世人只有牧養一間教會。這個人最後一擺講道，伊問家己講：為什麼即擺全世界的教會足認真的做事工，但是復興的教會並無真濟？兄弟，恁敢有感覺這個問題？真濟教會拍拼做這個拍拼做，無用真濟事工，但是事工無一定會互教會復興，事工無一定會達到宣教的目的。因為咱所做的事工無一定有帶有宣教的精神，因為咱做這事工嘛，無一定是耶穌愛咱做的事工。這個牧師伊對心中一個答案講：原來就是教會應該愛知影講，咱的教會敢有親像耶穌基督的教會？咱的教會敢有親像耶穌的教會？主理的牧師講：今仔日的教會無親像農民的教會，所以農民無愛入去教會，因為感覺因是西洋人的咧做禮拜的所在。今仔工人無愛去教會，是因為因感覺因食檳榔食薰阿伯啊，因入去個教會，甲人格格不入。今仔人無愛去教會，所以兄弟姊妹，毋是講教會愛食檳榔啉阿伯安尼教會人外面的人才會當安尼感覺真親切入來，毋是。當然教會有教會無共款的特質。這個牧師伊問到一個最重要的題目。是今仔日我要甲咱做思考，咱的教會有親像耶穌的教會嗎？咱有親像耶穌的學生嗎？阮做牧師的人有親像耶穌的使徒，會牽著互兄弟姊妹講，我要學習阮的牧者，伊的生活態度親像伊學習耶穌。所以兄弟姊妹，願咱就今仔日的禮拜，咱的組織有價值，毋是干那恁來阮請食一碗肉色飯。咱做伙自餐，咱做禮拜，咱做伙分享無共款教會的特質。我也未解說，也未甲恁介紹真正。阮的長老應該有去 Google 過，但是佇 Google 頂懸並無容易知影講公義行動教會到底是甚麼種的教會。因為 Google 資料無介濟啊，看袂到恁教會的相片。敢若咱看到主旨。但是 AI 會當講呢。我去問 AI 講，行動教會到底是一種什麼種的特色的教會啊？這麼來甲我講，這間教會是一個注重本土，是一間無用禮拜堂做中心的教會，因注重社會轉型的公義，等。兄弟姊妹，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咱攏繼續努力，拿來親像咱的主耶穌基督。願主耶穌踮佇咱的中間。伊的想法，伊的樣相，伊的香味，伊的溫柔，伊的榮耀，甲咱三甲地地，互咱的教會拿來親像耶穌。John Stott咧講起健康的教會，有一本冊叫做《心意更新而變化的教會》。迄本冊，伊內底講到教會上少愛有4項代志。第一，愛認真讀聖經。伊甲伊講 Biblical faith， 就是一間教會真重要，就是教人讀聖經。去普天下召萬百姓來做我的學生，將我所教示恁的教示因遵守。
咱所敬拜耶穌是因為咱讀聖經，咱所敬拜耶穌是因為聖經見證主耶穌。今仔咱所讀的新約路加，就是一個唔是12個使徒的使徒路加。路加唔是耶穌學生，但是伊所寫的路加福音比其他福音書更較有圖像啦，有圖片，有花有目屎，有劇情。路加是一個無簡單的聖經福音書的記者。第二，教會應該彼此相聽。第三，教會禮拜是重點，因為咱徛起來咧使徒聖經，個別咱的信仰時，關心上帝全能的被創造天地主宰。咱徛伫時陣，毋是拗拗念，一徛起來時陣一種信仰的個別。我今仔入這個禮拜堂是要做禮拜，帶人敬拜這個看袂到的上帝真困難，帶人看敬拜迄個看袂到的上帝真困難，因為人攏惡夢。看會到摸會到，願天父上帝幫助所有的教會禮拜，包括行動教會。當恁佇公園的時，當恁佇逐所在咧聚會時，有一寡台灣人活來，因為聽講啊，恁到底咧唱什麼歌？兄弟姊妹，你毋通看見唱一條聖詩。我的外祖就是因為聽一首聖詩改變你的一生，一首聖詩改變我的外祖。伊講較有遮好聽的歌，為着要聽聖詩。對中路高雄的中路，行去到台南的太平間，毋是太平間，看太平間教會。後來伊就信主。兄弟姊妹，上帝通過咱的組織任何方式，互人得到福音。求天父上帝幫助咱的教會今仔日的組織。咱來讀這個聖經，這段聖經對咱有甚麼種會重要？這兩段聖經是同款的。換句一句話，就是1500年前的以賽亞書，毋是。700年前、800年前一個以賽亞書後來，到第2000年耶穌迄個時代，通過700-800年的這個時間，耶穌把這個聖經提出來讀。這個故事咧講起耶穌進入會堂，這個會堂迄種禮拜堂，迄個以聖經講，執事將聖經讀給耶穌，耶穌摕起來掀開，所讀以賽亞61章，就是這段。這不是巧合，那是耶穌頭一擺講道，那是耶穌頭一擺講道。有人講，伊讀這段聖經是伊的什麼就職演說啦。像美國總統伊就職的時陣，伊愛講一篇大道理。耶穌摕這個以賽亞聖經拍開了後，伊就念這段話，有的有念，有的無念。不是講有的有念無，攏有念。但是路加後來記得伊的路加福音中間可能有一寡重點。有無同款的信仰的解說，寫佇伊的約翰福音書內底。所以兄弟姊妹，耶穌佇這段聖經會當講伊會就這個演講嘛，會當講是伊的信仰的使命的宣言。像這信仰的使命的宣言有啥物重要？這毋是咱東方的教會，毋是咱台灣教會的習慣。咱多數的台灣人教會袂去注重講啥物叫做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講我的教會存在的目的是啥。但是德堂教會。像兄弟姊妹，這種週報毋是互恁做菜，安尼看水水的。哦，已經咱幾十年來，咱的週報頂管有一段足細緻的，我毋知恁有注意到。這是德堂教會的使命5項。咱的教會要誠做什麼種教會？兄弟姊妹，今晚毋免看講義，吼，咱做伙佇上帝的面前，咱來聽耶穌。耶穌是一個有使命的耶穌，所以伊用以賽亞書伊拍開，然後將聖經講將冊合起來，交互執事。然後甲下面的人講，今仔恁聽到這段聖經要成就應驗實踐，佇恁的耳孔中。信仰毋是干那聽，信仰是活出來。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咱聽到耶穌基督的使命。但基督長老教會的使命佇遮，教會是什麼？讓你姊妹倒一只看，因為毋是凊彩看過就結束。愛看過了後，深深刻佇你心內，你才會通明白講，你進入教會，你佇教會內底任職，你應該安怎來去做教會？耶穌有使命，所以伊的使徒嘛有使命。歷代教會攏有使命，活出耶穌基督的樣式。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兄弟姊妹，將這兩段話不斷佇咱的教會任職的中間，特別如果你若是擔當牧者，還是擔當中職。你一定要想耶穌今日所講，教會的使命到底是什麼？
即影響今仔日有真濟牧師佇咱誒做伙組織中間，有張建宇牧師，有林牧師，有王牧師，有於平牧師，哦，有真濟無教會無共款的牧師，今仔日甲阮做伙禮拜。上帝將一個真神聖的十字架交佇咱的手中，願天父上帝賞賜咱有權柄，咱所講上帝的話，會通影響台灣這個社會。台灣人需要真理。台灣人雖然教育非常的僥倖，今仔幾乎所有台灣囡仔差不多上少攏讀到高中畢業。這是全世界比例上足難得有一個國家的教育遐爾普遍。早期我阿祖的時代是捌字的人無濟啦。我的阿嬷是一個真夠寫白話字的阿嬷，伊寫批互伊的囡仔寫啥，攏寫白話字。軍中做兵的時候，有人會感覺講，這哪像咧寫迄個密碼誤會講其實基督徒佇遐咧講迄種人聽無的話。兄弟姊妹，咱是一間足有特色的教會，願天父上帝幫咱。上帝用伊的油，耶穌的意思是講，我是受抹油的，我是受抹油的。佇猶太人的話中間，受抹油的就是一個真尊貴，親像國王。設立祭司，設立國王，摕油來甲伊抹。耶穌上帝安尼甲伊講：你用油抹你的頭殼頂，我要用這個人。耶穌講：我是設立的人。真要緊，這句話。我無真深的時間，通真長的時間，通一句一句解說互咱所有兄弟姊妹聽。介簡單來講，有福音要互送養人，有福音要互弱勢者，有福音要互咱看不起的人，深入群眾。上帝用真濟無共款有記號的人，阮今仔日禮拜中間有真濟兄弟，包括建宇牧師，包括明基兄，包括今仔終身長老。因攏是對一個身心障礙的機構叫做小兒麻痹的喜樂寶醫院大漢，但是上帝予因所散發出來迄個信仰的智慧甲生命的活力，用軟食的人互健康的人見效，用送養的人互富足的見效。福音就是送養人，福音就是互人的生命脫胎換骨。所以今仔日這句話真重要，唔能看輕咱家己。咱若認捌耶穌基督了後，咱的家族的命運，咱個人的命運，咱的人生要無共款。主要將伊的榮耀放佇咱的內底，主要將一個使命賞賜互咱，咱來通稱做有能力，通傳上帝喜年。佇這個聖經中間講，上帝喜年，咱聽無上帝喜年是啥物意思？但是猶太人一聽講上帝喜年，因就知影這是一個社會制度啦。那用今仔日咱這個時代白話字叫做轉型正義，因為猶太人有一個制度，就是每50年攏是一個安尼夫婦，遐祭物攏都重新來，迄落地重新佇落頭放，人生個重新開始。猶太人的制度中間，足早都有一個叫做轉型正義的律例，所以當耶穌咧講上帝國臨到，甲上帝喜年的時陣是同款的意思。上帝要無擱再追求人的罪，這個社會要成做一個轉型正義的社會。無擱再有奴隸，無擱再有主人，大家攏是主耶穌，攏是上帝的囝子，平平公平。這是上帝施恩寶座的面前。所以兄弟姊妹，報告上帝歡喜的你。教會存在的目的就是傳福音，天國的福音。願主的國臨到佇地裡，親像佇天裡。願主的國臨到佇台灣，親像佇天堂。願主的國臨到，什麼意思？上帝和台灣成做一個自由、平等、民主、三聽、尊重、多元、人有尊嚴、心智獨立，這攏是上帝國的圖像。咱信主了後，這信仰有進入到咱的思想嗎？咱咧講上帝喜年，有啥物通歡喜的？咱所講的上帝喜年，你保護你的親人，敢啊洗禮爾？真濟教會真奇怪，一記着人講無兩句就講你要洗禮無？有一屆我的同學，阮佇美國的讀冊階段聯絡着，伊對成大畢業了後就出國去讀冊。有一日聽講我去到美國，佇遐咧新學院，阮兩個都用電話相通，伊甲我問講：莊孝勝，
什麼叫做洗禮？我講是安那。伊講喺佇大學路22巷行過，我有一暗去互一間教會，甲我叫入去。叫入去了伊，規暗一直甲我問講：你要洗禮無？對7點問到12點，到落尾我不得不洗禮啊！伊無講不得不啦，伊講落尾伊就甲我洗禮啊。因為我想講，我若無洗禮，我就袂當出來啊！伊一世人到伊去美國讀書，以後佫毋知洗禮什麼意思。當然，這種教會嘛真可愛，這種教會嘛真讓咱真值得咱尊敬，因為得時不得時，因攏仰望人會當領受耶穌基督。但是領受耶穌基督毋是干那這樣簡單爾，領受耶穌基督了，咱知咱的生命是怎麼一回事。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什麼是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福音到底是什麼？每一擺的禮拜，每一擺咱的安靜的祈禱，主的平安，主所賞賜咱，迄個無受苦楚、受捆綁的，無論肉體，無論精神，上帝互咱得到自由。願天父上帝賞賜咱，互咱知影講今仔耶穌所講的這個信息，伊講送向人有福音。所以身心障礙者因感覺講，因的生命是可以有成就的。我毋是一個無路用的人，我毋是一個塗骹咧白的人，我的生命咱能夠通過福音。當然，台灣人是捌這樣代志，所以台灣這個社會非常注重囡仔教育，恁有同意無？台灣人較善嘛袂當善着囡仔教育，對無？這差不多100年來，差不多所有台灣人攏知影講，我借錢欠錢，我嘛愛互我囡仔讀冊。為什麼？因為發現講，教育是改變一個送向最緊的一個方式。伊毋是好野人的後代，毋是貴族的後代，但是伊若有教育，伊就真正有能力。福音比教育更加重要。福音會當互人的生命直直上，脫胎換骨，價值觀無共款。能力嘛無共款。以賽亞在1章第2節，伊講：人要有智慧的靈、聰明的靈；人要有能力的靈、有策略的靈；要有財物的靈。上帝人要有敬畏耶和華的靈。上帝聖神福音啊，佇迄個所在，人就有這種的能力。主幫助咱佇絕望中，耶穌講：送養人伊福音，受了得着頭棒，青梅得着看見。這就是人佇困境中間福音的意思。就是佇我絕望的時，福音像着光佇我的內底，我就真做我一生有仰望的人。所以願天父上帝，互咱佇今仔日個禮拜，咱除了教義以外，最重要的重項就是咱兩間教會攏個定心注意聽聖經的話，聖經到底在講什麼？真濟教會，我敢講咱在座可能10個，抑閣有5、6個，毋知影希年真正的意思。因為咱的習慣啊，聽得過啊。原來猶太人伊若聽着講上帝迄年，知影講，這甲我的土地所有關有關係。我這個土地若別人，共貸款50年後，這個土地安怎？到迄個貸款一定截止，迄叫做豁免權。伊的債務佇迄個時陣重新開始。簡單來講，就是轉型正義。所以，佇上帝百姓猶太人。因問講：上帝，你是啥物人？上帝講：我是自有永有的上帝。對迄個時陣開始，猶太人用上帝做因家族世世代代的上帝。兄弟姊妹，咱的信主毋是遐爾簡單，所以這堂教會其實一路行來，嘛有真深的上帝恩典。阮常常咧問上帝講：上帝，你對這間草地教會，你愛阮做啥物？阮佇教會草地敢都袂當做啥物嘛？毋是，所以啊，弟姊妹，耶穌初期咧傳福音的時候，攏佇草地所在，對加利利，對伊的故鄉，差不多北猶太，佇以色列的北邊，佇迄個草地所在咧傳福音。耶穌基本上是對一個真毋是文明的都市開始造就伊的門徒。所以咱知影伊的門徒若是討喜的，就是遐個無受教育的市井小民。但是這人竟然後來真濟初代教會教父，改變了羅馬帝國，因為真理互人得到開展。所以，阮從阮長期以來的思考，從這個
這個使命的宣言放佇這個週報頂端，就是因為阮的囡仔，因會當有一日佇迄個無聊的時陣變起來，讀的，伊就問因爸爸講，爸爸，啥物叫做用耶穌基督最中心的教會？意思就是耶穌說了算，耶穌佇這間教會，伊的話佇這間教會不被打折。耶穌伊安怎講？這間教會都愛學習，真做心中的教會。今仔日我要甲咱做兩個祈禱。第一，求聖神幫助咱所信、所領受的真理、真道，會當道成肉體。道成肉體的意思是信，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道成肉體，我所聽、我所信、我所想，這個道就活在我的生命中間，不是干那聽。行動，這就是貴教會的名，公義行動教會。咱的教會最大的使命就是行動，行動，行動。德堂教會，咱嘛是行動，行動，行動。咱教會攏同款，咱用無同款的策略，用無同款的時間，但是咱攏互耶穌基督的教會行入去，佇咱的厝邊頭尾。願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底。活出耶穌基督愛咱活的活命，耶穌有甲咱交代，伊讀這個以賽亞61章，後來使徒路加，伊將伊所讀過的聖經，伊印象中其實伊無參加迄場的禮拜啊，因為路加是一個死二手煙的人，毋是袂使講死二手煙，安尼甲耶穌福音的上過凊彩講。路加是一個毋捌看過耶穌出世，嘛毋捌參與耶穌的講道集會。但是耶穌是一個真好奇寶寶，所以伊真夠問問題。伊拄着瑪利亞，伊嘛問講：瑪利亞，耶穌的媽媽，請你甲我講，耶穌出世的時候有可愛無？耶穌安怎？路加是一個好奇寶寶，伊真夠問使徒、問彼得、問保羅、問瑪利亞。所以路加將伊所聽到的話，放佇伊的心內。後來，伊將整個故事講了更加精彩。聖經內底四福音書，聖誕節上有戲劇性的是佇啥物所在？路加三個博士，敢三個毋是啊？有幾個博士對當來，有一篇遐個故事。有個教會甲福音活甲做禮拜，佇美國我的學校邊仔有一間教會叫做米蘭米蘭鎮，伊叫做這個米蘭我袂記得伊的名吼。這間教會聖誕節大到什麼種程度呢？天使用那個鋼索對天花板頂懸，用鋼索吊落來，天使降臨無你驚，我報恁一個大歡喜好消息。我是無看過現場，但是因的招待的長導覽員，伊甲我介紹講，阮看恁的羊仔對這個主日的囡仔真有夠樣的，真正將羊仔對講台安尼行出來，都閣行過因的洗禮的所在親像游泳池。有一個囡仔甲因爸爸講，酷哦，什麼意思？洗禮池很大。兄弟姊妹，真正耶穌教會毋是干那這個外表，耶穌最重要，伊的教會是咧講甲做，聽甲做一致。所以願天父主耶穌互咱道成肉體教會佇這個所在，請會記得公義行動教會甲德堂教會，咱攏偏偏是一個彌賽亞的團契。咱注意想，什麼叫做彌賽亞團契？耶穌就是救世主來到這個世間，伊的職分就是討幫人、拯救人，帶人脫離黑暗進入光明，互受了的得到討幫，青梅得到看見。彌賽亞就是通過聽甲受苦，通過聽甲受苦。所以若無通過聽甲受苦，這個教會也毋是耶穌基督的教會。願天父上帝幫助咱無拒絕。定是未見，有時咱未堪得，但是如果上帝若有將一個使命予咱的時陣，毋通拒絕。咱講主，我雖然無能力，雖然我的信心無夠，主你若愛我做，主你看我有夠重，主我願意做。願天父上帝幫助咱的教會是一個經驗着。伊講今仔日所讀的聖經以賽亞61章，已經安那。充滿佇恁的耳，伊即個原文的意思是講，已經充滿應驗佇恁的耳孔內底。所以，兄弟姊妹，即個
已經應驗佇恁的耳孔。原本的意思是這個意思。所以聽姊妹，咱做禮拜聽講道，愛聽入心。有真濟基督徒對這聽，走到這，走一世人走袂到，因為有聽，但是無一定有感動。主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照所聽的去行，這就是耶穌所講的意思。我要講一個小小的故事：人若無信心，若無行為是死的；信心若無行為是死的。吼，所以祝福咱的使命是什麼？就是將生命的真道表明出來。今仔日的台灣需要什麼樣的教會？就是講真道，是就講是，唔是就講唔是。無論是政治的主張，無論是道德的主張，無論是文化的主張，無論是對咱人生成功的主張，照聖經講。但是今仔日咱無一定安尼。咱雖然信耶穌，咱有真濟時陣，咱的價值觀念、倫理觀念，咱無一定。因為今仔日咱活佇一個相對論的時代。人講話親像，攏愛尊重多元，安尼才是絕對。兄弟姊妹，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一世人做一項代志。我講一個小故事。為什麼？因為會去想到這個故事，是因為這禮拜拄真接近，拄佇頂禮拜的拜四，3月24號，就是一項代志發生在英國。在英國發生一項蓄奴，就是奴隸的法條。互人禁止，對3月24這天，英國禁止買賣，袂使做在買賣奴隸啊！吼，但是迄個法條通過迄日，就是3月24。啊，這個人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這個人就是威廉韋伯夫這個人。這個人是英國真少年的國會議員，伊細漢的時陣。上帝給他準備一個信仰的老爸。今仔日咱第一條敬拜讚美所聽的歌是啥物歌？感謝主，吼！阮的兄弟真勇敢，吼！伊雖然學這個電吹無偌久，但是聽到講今仔日的司琴帶喜樂保院的這個院民去這個越南，所以今仔日無司琴通甲敬拜讚美司琴。丈夫自告奮勇甲太太講。伊要替伊做伴奏，吼！感謝主，服侍是夫婦做伙同心，吼，就是將咱勇氣摕出來行動。慈愛恩典的作者叫做 John Newton， 這個 William Wilberforce 伊真細漢的時陣，伊的老爸就死啊，所以老母將伊送互阿叔飼，阿叔的牧師就是 John Newton。John Newton 就是伊阿叔的牧師 ，John Newton。常常甲即個威廉，即個威廉，甲伊抱來坐佇伊的骹頭夫，常常甲伊講真濟故事。即個牧師會甲伊講，我細漢的時陣，我少年做真殘忍的代志，因為我是一個船長，我有一隻船，我對非洲買真濟奴隸，我甲奴隸載來英國賣，伊佇咧過程頂管足濟種真殘忍的代志，抵到即個John Newton伊心內有罪惡感，後來。伊佇這個罪惡感中間，伊選擇放落伊的船，放落伊的一切來做贖罪的工作。John Newton 甲這個威廉講這個故事，所以這個小小的威廉後來就有機會通成做一個國會議員的時陣，伊組一個讀冊會，讀一個查經班，叫做克拉彭聯盟。伊組一個真要緊叫做克拉彭聯盟。這個只有10個人的查經班，30年的查經，因將英國的法條法律轉型正義實行出來。這個故事我今仔日短安尼講，你有興趣，你繼續去讀，繼續去，你會有真多的感動。今仔日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咱這群人就是做伙讀聖經，咱這群人就是做伙領受一個使命，咱做伙一世人來做一個真要緊。互台灣叫做 Formosa， 互台灣叫做一個美麗島，互台灣叫做一個自由、平等、公義、人權的土地。教會甲社會，毋是門關起來，你我無交陪。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個禮拜，3月24號英國改變這個法條，無馬上改變，因為這個法條3度甲改變，
有足濟層的，無共款。你禁止買並無解決奴隸代志。經過20幾年，才真正行奴隸的身份。john Newton 要死進前的3天，伊倒佇伊的面床，伊聽到伊的管家甲伊講，國會正式通過，對今仔日開始證明就是講，互奴隸無再叫做奴隸。互伊有一個正名，伊無擱再是奴隸，伊是一個有尊嚴的人。英國的政府正式提撥金錢，甲這個奴隸會使咧賠償因的一生的損失。所以啊，你知無？咱台灣是一個真值得咱驕傲的國家。台灣這個國家是一個好所在，伊是咱的祖先，也是咱的子孫。我毋是因為恁來，我才安尼講。兄弟姊妹，教會存在是世間的光，世間的鹽。道成肉體是咱的使命。原這個故事甲你三甲地地，這個人死有交代伊的親人講，甲我帶佇故鄉的禮拜堂的墓園就好啊。但是英國唔放伊過，不放他一馬。英國的上議院、下議院。後來聯名提出，伊講請國家甲國王將 William Wilberforce 改帶佇西敏寺的內底。西敏寺就是國葬啦。一個人最懸的榮耀，伊毋是家己為這個榮耀，但是伊一世人，我倒來這個克拉彭聯盟，克拉彭聯盟甲米西亞團契同款的意思。兄弟姊妹，願天父上帝甲咱講，吼，咱甲上帝討講，主我要用一世人做一項代志。威廉就是這種人，伊少年聽到老船長所講的，不是澎湖灣迄條歌，是奇異恩典。威廉聽到心，一世人真愛叫，伊佇國會咧講的，人啊喙角全破，人遐老議員都講啊，少年的你唔知啦，你講迄個太過理想化。咱若無遮努力，咱英國會倒。所以有真多衝突，但是當伊衝突的時候，伊會去找john Newton。john Newton 會甲伊祈禱，甲伊鼓勵，一世人才對伊屬靈的老爸，一世人會查經的談判，小小的教會，因這叫做地下組織啦。真正是地下組織，因為這個名是後來到因的第二代，佮將這個查經班的名公諸於世。若無因是一個地下組織。求天父上帝幫咱，咱佇今仔日的禮拜第2。今仔聖經講到，咱是上帝所栽種的公義樹，佇路加頂懸無寫，但是佇以賽亞頂懸有寫。咱就是上帝所栽種的活命樹。活命樹甲啟示錄所咧講的迄個生命，迄個公義樹甲活命樹是同款的。栽種佇上帝活命的江河香檳樹邊的溪邊，伊照時結果子，葉青翠，伊的葉啊會當醫治人的病。所以兄弟姊妹，公義樹就是上帝的生命樹。教會設立就親像種一棟百年樹，基督徒的生命就親像種一棟水水的樹，佇社會中間來互人看。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伊講，恁要稱作公義樹，是耶和華親自栽種的。兄弟姊妹，會記哩？耶穌講，我的爸就是造園的人，有無？我是真的葡萄樹，恁是葡萄枝。離開我，你都袂當做什麼。上帝所栽種的公義樹，親像耶穌所講的，上帝用真葡萄樹種佇地上。會來愛定樂園，願天父上帝，互咱的教會無論佇啥物所在，伊甲咱種佇遐，咱就好好活，認真活，將上帝伊的活命活互咱的厝邊，互咱身邊的人來看見。伊講要彰顯上帝家己的榮光。教會存在的目的，就是互人知影講信耶穌的人無空空，信耶穌的人毋是死無人哭。台灣人過去攏誤會講，基督教是死無人哭，但是毋是。基督教應該基督徒愛互人講啊，因信主的人真正
無空空。願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佇今仔日個禮拜為着咱的教會，為咱共同的組織，咱甲上帝禱告，祝福公義行動教會，互公義行動教會會當政治台中公園，吼，啊，毋是干那佇台中公園，佇任何所在攏是上帝的公義手，互人看起全心正義。你我咱攏是啥物人種？攏是上帝用上帝國的種子栽種的公義樹。伊還未落土進前，伊就是一個完全的一棟樹啊！有一個足出名的神學家講，基督徒每一個基督徒，伊受主競選的時陣，伊的生命雖然細，看袂到一粒種子，但是這粒種子基本上已經決定伊將來是什麼樣樹。這粒種子已經決定伊的將來。你我咱佇上帝的手中，咱的命運已經佇上帝的手。已經決定咱一生的將來，甲教會定照。耶穌栽培學生，教會愛栽培門徒。耶穌伊會國我的活命，哦，行兄作幫的教會重新國活起來。願主的榮耀甲咱三甲地地今仔日的禮拜，咱的存在是要為着互打掃，為互打掃的沙漠，通得到新的活命。我倒來到我起頭所講的這個深入群眾的教會這本冊的冊名，伊的冊名原本的意思就是沙漠中的種子，沙漠中的種子。聽這，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上帝將迄個真理的種子，放佇你的耳孔，放佇你的心內，放佇你的家庭，放佇咱共同的教會。願天父上帝甲咱三個地定，咱的責任是互旁方的社會。重新有活命樹，咱的責任是互旁的社會重新有活命樹。咱同心來祈禱，無所不能的上帝，創造天地的主，願做我主接佇你的聖殿，做你的話真深沉，但是若有你的聖心，阮就要了解。做你的話是活命的種子。佇今仔日，你將這個真理的種子放佇阮的耳孔，放佇阮的心內。懇求主耶穌，你令你的保護灌入，互我生命這個公義樹會當長大，通榮耀你的名。做阮做組織，將兩間教會合作一間教會。阮無擱再提起阮彼此的名，獨獨阮要講，阮是耶穌的教會。願你的名成，願你的國臨到，佇地人親就佇天人，阿們。